请问键盘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键盘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拍字盘。你甲看，咱咧盘拍出来，是毋是拢有字伫顶面？对咱就用手安尼拍。吼，哦，就敢若是拍的感觉。拍字就对了嘿，我就是拍字盘。阿上我的答案是起盘。起盘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英文是 keyboard 嘛。啊，但是你看伊迄个顶管是命一个一个，敢若喙齿一起一起。是。哦，伊就是用迄个形加迄个音，哦起盘。就是一起一起，伊的形就是一起一起嘛。啊，而且呢，连起来感觉甲英文差不多对吧？对对，哦较贵气啦。哦，讲要真好。哎，真正咱有当时啊学台语嘛，真正较规气较好啦。较贵气对啊。哎呀，你个起盘像甲拍手盘，起盘就讲足顺的啊。足顺的啊。哦对啊。好，啊那我的咧。我是选迄个拍字盘，因为讲这就是拍字的工具安尼。起盘我会当作想是咧用喙齿的迄个盘安尼。哦。哎，主持人已经解释了真好哈，咱英语这个键盘是讲 keyboard 嘛，啊，所以这起盘伊啊啦较歪音。哦，啊嘛较歪的意思啦吼，因为有拍字的功能的这种 keyboard 吼，啊，迄个所以咱做出来结果，这个起盘有51.3%的人选，啊，拍字盘是48.7%的人选。